继续来看实验教育法通过了后，台南市陆续有国小转型做实验小学，也就是森林小学。即摆台南有7间的森林小学，伫六都是排第一。森林小学上界主要是予囡仔环境教育的课程来结合着行动学习，培养囡仔更加关心这个社会甲自然生态。咱就来看囡仔上课的时阵，有偌尔啊痛，偌尔啊欢喜。 I'm from Taiwan, Thailand, and my school is in Anping. Welcome to Anping Tree House. 伫台南安平的西门实验小学，当咧进行双语教学，囡仔真有自信，用英文介绍。我们英文也刚好可以介绍给他们听。另外，这是台南新化考比实验小学的囡仔，伫林场内爬树啊，拢非常欢喜。台南近郊的森林正做山野教育的教室。 因透过爬树啊，观察生物甲大自然的一切，体会是特别深。就是除了一般的课程，还有西拉雅语课，还有布袋戏课，还有独木舟跟攀树。实验教育法通过了后，台南市陆续有小学转型正做实验小学，总共有7间，这数量是6都的冠军。目前嘛，显示推动实验教育，得到不少家长的支持。 那所以，我们这2年来，我们都是满招。或者囡仔环境教育课程结合行动学习，希望培养囡仔多关心社会甲自然的生态，互因拢会当正做负责任的公民。